曉生叔就車位，泊車白痴 dream car， 泊車免撞車，易泊新宿車幫到你。嗱，只要將架車好似隻蟹咁撐高個身，車長就會由2.5米縮到1.5米噶啦。車入面嘅電腦同自動導航系統仲可以幫你泊車。泊車技術有幾渣啊，車位有幾窄啊，都唔使驚啦。呢架半自動電子概念新宿小型車，由德國10個工程師用咗超過3年研發嘅。向前向後轉彎，梗係 no problem 啦。起屋嚟啦，自轉打橫嚟行都得，最高時速65公里。又因為呢4個轆都用獨立摩打，可以各自轉去唔同方向，方便泊車啊嘛。車頂嘅相機同感應器仲可以1秒 scan 附近環境10次，確認身處位置。依家架車喺德國不來梅同中國大連做緊測試。研發團隊話希望將來可以做到自動駕駛，時速去到60公里，仲希望試架車合體，約埋班 friend 出街可以搏埋一齊，夾喺中間嘅就摁摁腳，慳神又慳電，堅係環保吧。